过来消息咯，过来看最近台铁、有台北、台中、高雄的捷运车厢，拢放伫顶头围堵。台中警方今仔宣布讲，已经有锁定2个嫌犯，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捷克的。也毋过，这2个人拢已经离开台湾咯。检方嘛已经发布通缉咯。画面通看到2个人伫咧台中市巷仔内行来行去，看起来对路臭正熟，甚至佮换衫换大概制造断点。台中捷运列车离时去互人乌白贼，警方动员400人次的警察，过路150组的监视器了后，31确定是22岁德国的男性，一个20岁捷克的男性犯案的。他们非常的狡猾，搭车下车的点跟捷运站是有一段距离的，他们沿途就是一边走，然后一边来进行换装，总共换了6次。警方表示，这2个人日提后面的观光签证对香港坐飞联机伫桃园机场入境，而是暗时8点52分走去台中捷运高铁台中站犯案，喷漆的过程无到15分钟，随着坐高铁落南去到高雄，25就坐飞联机走，因早就准备好喷漆的作案工具，而且轮流用布帘坐计程车客运等等的方式锁围，也搁伫咧巷仔内换穿西装、运动衫，甚至穿女性的衫来变装，这种种都会当看出这2个人犯案的手法是不知熟手。发现他们在犯案完之后，都会将这个喷漆罐以及工具放置在他们大型的这个背包里面随身带走。因为代替台北捷运，也有高雄捷运，最近嘛有车厢互人乌白贼，警方无排除是共一个集团做的，会提供侦查资料，予台北和高雄市府去过路分析，确定关联性。专案照涉犯刑法毁损罪、大众运输法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所来由检方发布通缉。记者综合报道。